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5篇，箴言第4章第10节到27节，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谴责。昨昏咱伫逐经的分享的中间，提到论断人的这个教导。圣经反对咱基督徒论断人的作为。基督徒必须爱会通自省家己，并且爱尽心尽力去行好，毋是去论断别人。自我的反省、自我的谴责，咱称作良知，也是讲良心啦吼。对基督徒信仰的角度来看，这良知也是良心，就是上帝圣神的声音，是对内面所出来一个是非的准证。基督徒来论这个准证呢，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咧讲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诫命。箴言安尼甲咱讲，我的囝，着听来接纳我的话，就要长岁寿。我已经指示你智慧的路，引带你行正直的路径。你行的时阵，无抵到阻碍；你行也无抵到着踏。着接受教示，毋通放松。着谨慎守伊，因为伊是你的活命。罗马书第2章也提到讲，犹太人有律法，外邦人无律法。这并毋是咧指一般的法律来讲的，乃是摩西的律法，上帝的诫命。第2章12节的经文安尼甲咱讲，因为囝若无律法来犯罪的，也无律法来沉沦。囝若伫律法来犯罪的，要对律法来审判。伫现代中英译本的翻译是讲到外邦人无有摩西的法律。这就已经较清楚吼。外邦人无有摩西的律法，因毋知影上帝的诫命，所以因家己用家己的原则甲规范，凭着家己的良心来谴责因家己，或者是圣经嘛甲咱讲，因为着家己来辩护。但是基督徒的使命却毋是安尼。这种的自由心境来处理，乃是对伫上帝诫命耶稣基督的判断来做标准，也就是咱咧讲的上帝的标准。拄则咱所读的这个箴言所甲咱讲的13节，伊讲着接受教示，毋通放松。着谨慎守伊，因为伊是你的活命。我想安尼就真清楚啦吼。所以基督徒甲非基督徒的良心谴责，基本上是无同款的。非基督徒的良心谴责，基本上是家己做标准，行好嘛是为着家己的功德。基督徒的标准就放伫迄个上帝的律。上帝的礼，上帝的诫命，诚做咱心内底迄个良知、良心啊！伊要来指导咱头前的道路。今日的经文箴言接续咧，安尼讲：歹人行的路你毋通行，邪恶的模样你毋通学，着爱闪避这的邪恶，毋通对因。只有行你家己的路，拒绝甲因共款，
东流。歹人毋通做遮个歹事，就家己就困袂去。无害人就袂通困。邪恶是因的娘，占卜是因的酒。义人的道路亲像天光的这个光线，愈照愈光明。直到日时来到，歹人的道路亲像深沉的暗暝，因跋倒也毋知是甚物甲因，互因着答的。少年人着爱留心听我的话，听我的教示，毋通互伊扭去，着爱会记着因，刻牢伫心。因为得到因，就是得到性命，得到健康。所想所思考的，着爱谨慎，因为性命是对思想定型的。无诚实的话，一句也毋通讲。讲白贼的一句也袂使讲，着爱用诚实的态度来看头前毋通安尼压头，着爱对所有的计划着爱谨慎，对你所做的无底角会差错，着爱排除遮个邪恶。着头前来直直行，毋通离开正路一步。这是地真明甲咱讲真清楚，一个正路咧行伫光明中间咧行的，甲伫黑暗中间咧行是有真大的差别。咱的生活必须爱用上帝的诫命来做准绳，来做咱的标准。咱宁可家己先谴责咱家己，来调整咱家己，互咱家己会通活头倒转来伫上帝的正道。免得到讲伫上落尾时，咱着爱去面对上帝的标准，耶稣基督的判断。良心的谴责是一个提醒的力量。是一个反省的开始。若是基督徒失去安尼的自我谴责的性命，就的确会离开上帝的正道。如果咱会当亲像真言的提醒，伫圣经提醒咱每日爱三思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律法。那安尼，咱的内心就会有上帝的诫命来做咱的准绳。咱用安尼准绳来自我谴责，也是讲自我提醒，互咱会通随时来调整、回归回归到伫上帝的正道顶悬。这些是咱所需要做的代志。